大家好，歡迎嚟到區塊講解王。我哋呢個頻道用最簡單嘅廣東話去幫你講清楚乜嘢係加密貨幣、區塊鏈、Web3 背後嘅科技同原理，唔係炒幣，唔係 sell 夢，就係想你真正明白到底呢個技術係點樣運作，同埋點樣影響我哋未來生活、資產自由同埋網絡權利。今日呢條片呢，喺開始之前，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一定聽過比特幣係數碼黃金啦，咁你有冇諗過？咁如果 Bitcoin 係黃金，咁 Ethereum 又係啲咩呢？係銀？係石油定係個 App Store 一個操作系統？咁其實 Bitcoin 同 Ethereum 雖然都叫加密貨幣，但佢哋根本上就係兩樣唔同嘅嘢。一個嘅目標咧就係成為全世界最可靠嘅價值儲存工具，另一個就係變成一個全世界開發者都可以寫應用嘅平台。一個係防守型嘅選手，打死都唔該；另外一個咧就係創新狂人，日日都有可能升級，日日都有人寫新嘅嘢出嚟。咁到底佢哋有咩唔同？邊個重要啲？未來佢哋會唔會共存？咁今集我就用最簡單、最實在嘅例子，帶你一次講清楚 Bitcoin 同 Ethereum 嘅分別、定位、技術、應用同未來嘅方向。如果你對幣圈有興趣，但係又唔想俾人吹水呃錢嘅話，記得睇到最後啦。咁我哋就應該由 Bitcoin 開始講起。咁啊，2008年啦，金融海嘯震撼全世界，銀行咧就執笠，股市又崩盤喎，好多人都冇晒佢哋嘅 savings。咁當時啦，就有一個人叫做 Satoshi Nakamoto 嘅人，發表咗一篇白皮書，咁題目就係一個點對點嘅電子現金系統。目標咧就好清楚嘅，就係建立一套唔靠銀行、唔靠政府、唔怕俾人封鎖嘅貨幣系統。換句話講，就係要重建金融嘅信任。咁 Satoshi 啦，設計咗三個非常之重要嘅技術。第一就係 Proof of Work，工作量證明。咁所有交易咧都要經過電腦，即係所謂嘅礦工啦，去解決一啲數學難題，先可以加入區塊。咁樣咧就可以防止泛濫同埋作弊啦。第二咧就係固定供應，2100萬粒比特幣封頂。意思咧就係話全世界最多只可以有2100萬粒，唔可以好似美金咁無限人。咁樣咧就有佢嘅稀缺性，可以抗通脹啦。第三咧就係區塊鏈技術，所有交易記錄咧都會記咗喺一條鏈上面，每一個區塊接住前一個區塊，冇得刪冇得改，大家咧就一齊去維護。咁所以 Bitcoin 唔止係一隻幣啦，而係一套去中心化、無國界、可以驗證嘅價值儲存系統。咁用個比喻啦，Bitcoin 咧就好似數碼金條咁樣，你唔可以隨便印，唔怕通脹，唔受政策干預。佢嘅設計咧唔係愛嚟搞 Apps 寫智能合約，而係設計嚟保存價值嘅。你可以擺喺你自己嘅數碼錢包入邊，冇人可以凍結，冇人可以偷，亦都唔需要靠銀行。咁喺呢一點啦，喺好多貨幣崩潰嘅國家，例如委內瑞拉啊、阿根廷啊、土耳其，Bitcoin 咧就變咗一個真正嘅避難資產啦。咁我哋講完 Bitcoin，我哋就要睇下 Ethereum 啦。咁 Ethereum 啦係由一位年輕嘅天才 Vitalik 喺2015年推出嘅。咁 Vitalik 本身係一個比特幣嘅支持者，但佢覺得比特幣咧唔夠靈活，淨可以轉帳啦，唔可以寫邏輯，又唔可以建一啲應用啦，所以咧佢就創立咗 Ethereum 啦。一個咧可以 code 嘅區塊鏈平台。Ethereum 嘅最大特點就係可編程性。首先，佢支援一種叫做 Solidity 嘅編程語言，可以寫 if、else、loop、計算、觸發條件等嘅邏輯啦。然後咧，佢又用 EVM（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去執行呢啲咁嘅邏輯，確保全球每一部節點電腦執行嘅結果咧都係一模一樣嘅。咁永遠每段寫完嘅邏輯之後咧，就會變成一份智能合約 （smart contract）。咁放喺個鏈上面，永遠都唔會改，人人都可以查，人人都可以互動，但冇人可以改。咁所以 Ethereum 嘅理念就係信 code 唔信人，你唔需要相信對方會還錢，你淨係需要寫好啲條件。如果對方準時還錢嘅話，合約咧就會自動咁退押金啦，遲咗就會罰錢咯。咁樣啦，對方就唔會喺度賴皮啦。咁系統咧就會自動幫你執行。Ethereum 啦，亦都唔係淨係一隻幣，而係一個平台，一個去中心化嘅應用世界。咁比喻嚟講，如果 Bitcoin 係數碼黃金，咁 Ethereum 就係去中心化嘅 App Store。其實佢提供咗運行環境 EVM、資產系統 ETH、法律合約，我哋所謂嘅智能合約啦，同埋金融嘅邏輯，例如 DeFi、NFT、DAO 呢啲咧都唔係吹水，其實已經有成千上萬個應用喺 Ethereum 上面跑緊。無論你想整一個 NFT 市場啦，或者一個 DeFi 嘅借貸平台，或者一個社交網絡，你都可以喺 Ethereum 度寫合約、寫條件，部署喺鏈上面，全世界嘅人都可以使用。咁講完佢哋各自係乜嘢啦，下一步我哋就要嚟一場技術面上面嘅深入比較。
Bitcoin 係一個儲值為本，Ethereum 係一個為結構為本。咁 Bitcoin 嘅整體設計咧都為之簡單啦、穩定啦、唔變啦。每一個區塊就係一個交易記錄，冇其他比較複雜嘅邏輯嘅。佢亦都唔支援寫 code，冇智能合約，對開發者咧都唔算非常之友好。但係對資產儲存咧就非常之穩定啦。Ethereum 咧嘅設計就複雜得多，有虛擬機，我哋嘅 EVM 可以寫合約、寫應用，每一個操作咧都需要 gas fee。因為比較複雜啦，所以佢個安全風險相對都比較高，咁需要不斷咁樣審計啦。咁 TPS，咁我哋叫每秒交易量方面啦，Bitcoin 只有7個 TPS 左右，咁非常之慢啦，所以比較適合一啲儲值，唔係好適合日常嘅支付嘅。咁 Ethereum 大概有15至30 TPS 啦，嗱透過 Layer 2都可以擴展到每秒上百到上千嘅交易。咁喺社群文化方面啦，都好唔同嘅。咁 Bitcoin 咧嘅社群主打 hold 啦、儲值啦、抗通脹啦。咁 Ethereum 嘅社群咧都係一啲創新主導啦，又有啲新嘅 app 啦、新嘅合約啦、新嘅 DAO 啦、新嘅概念。咁一個小總結就係 Bitcoin 咧就更似一個保值嘅產品，而 Ethereum 咧就更似一個數碼基礎嘅建設。咁兩者都唔係敵人，而係解決唔同嘅問題。咁我哋講咗咁多嘅技術，其實喺現實生活中，Bitcoin 同 Ethereum 到底有咩實際用途咧？咁 Bitcoin 嘅應用場景其實就好集中嘅。第一，資產儲值，最大嘅功能咧就係數碼黃金，特別係啲高通脹嘅地方，好多人都會選擇 Bitcoin 去代替本地嘅貨幣，好似阿根廷啊、土耳其啊，貨幣貶值好快，Bitcoin 咧就成為佢哋嘅避難所啦。第二，國際匯款，咁傳統我哋跨國轉賬咧就要經過 SWIFT 銀行手續費同埋幾日嘅時間啦，但係用 Bitcoin 咧，你可以喺幾分鐘之內完成交易。雖然我哋都會有手續費，速度有限。第三就係抗審查、保私隱啦。喺某啲政權打壓言論自由啊，或者資產嘅國家，例如俄羅斯反戰分子啦，Bitcoin 其實提供咗一個相對自由同埋安全嘅資產儲存方法。Bitcoin 簡單啲嚟講啦，就係一個抗通脹、無國界、唔可以沒收嘅儲存工具。到 Ethereum 就唔一樣啦，佢咧係一個功能性嘅平台，應用嘅層面咧就多好多。例如我哋嘅 NFT 應用啦，例如喺 OpenSea 上面交易 NFT 嘅藝術品啦、遊戲裝備、收藏卡，每一張 NFT 其實都有一份智能合約嘅記錄。第二 DeFi，我哋有嘅 example 嚟 Uniswap 啦，就係唔需要銀行啊、交易所啊就可以自動換幣。第三，我哋有 DAO 呢啲去中心嘅組織，例如 Gitcoin DAO 啦，去一啲資助 Web3 嘅項目啦，投票決定資金嘅分配啦，或者 Bankless DAO。第四咧，我哋有啲 Web3 嘅社交平台，例如 Lent Protocol，咁用戶就擁有自己嘅內容，同時可以喺唔同嘅平台使用自己嘅 profile。咁第五，我哋有鏈上身份證明 ENS 或者我哋 Proof of Humanity 等等啦，都可以提供一啲身份認證啊、鏈上簽署啊。或者係一啲聲明系統，咁 Ethereum 嘅世界咧就唔止係錢，而係一個智能合約推動嘅新型互聯網經濟圈。咁嘅小總結啦，Bitcoin 咧其實改變咗我哋對錢嘅理解，可以唔使靠政府，唔使靠銀行都可以做到。Ethereum 咧就係進一步改變咗互聯網上面點樣做事，由金融到社交到治理，全部都可以鏈上面進行。咁兩者加埋一齊啦，就唔係淨係一場技術上面革命，而係一次價值觀嘅革命。其實我哋講到呢度，你應該都睇得出 Bitcoin 同 Ethereum 嘅定位其實係非常之唔同嘅。咁 Bitcoin 嘅價值啦，就係嚟自於佢夠簡單、夠穩定、夠唔變，佢唔會升級、唔會大改制、唔會日日都有新功能。佢咧就係一個可以長期信任嘅數碼黃金，擺喺你嘅保險箱度咧，10年後都係咁。咁佢又代表咗一個比較保守嘅哲學啦，唔改先係最大嘅安全。咁 Ethereum 咧就喺另外一邊，一個快速進化緊嘅創新平台。佢喺幾年由 Proof of Work 變咗做 Proof of Stake，節能又可以安全，支援 Layer 2嘅協議，一啲 Rollups、Zero Knowledge Proof，日日都有新嘅技術更新。佢嘅社群都好活躍，咁開發者咧都不斷咁起緊一啲新嘅應用啊、新嘅模式啊、新 DAO 啊、新嘅文化。咁兩者咧係咪一定係一個競爭對手咧？唔一定，其實佢哋 kind of 一個互補嘅功能。你可以想象一下，Bitcoin 係你個數碼銀包入邊嘅底倉，就好似實體金條咁樣，你都係擺喺你個保險箱度。Ethereum 咧就係你日日用嘅金融工具，你嘅 App 啊、平台啊，就好似你部手機入邊銀行 App 一樣，你嘅 Instagram 甚至係一個公司內部嘅系統。咁用 Bitcoin 去儲值，用 Ethereum 去做事，咁一個代表信任唔變啦，一個代表去中心化嘅創新。咁兩者一齊共存啦，先可以
建造一個更加自由、更加穩定、有彈性嘅加密世界。咁我哋最後啦就要睇下 Bitcoin 同 Ethereum 喺未來會點樣走落去，佢哋有咩潛力同埋有咩挑戰呢？咁 Bitcoin 嘅未來啦，Layer 2咧都係一個發展當中啦，例如 Lightning Network 就嘗試喺 Bitcoin 上面起一條更加快速嘅支付層，令到轉帳啊速度快啲啊，手續費平啲，適合日常使用。但係咧都未算好普及，仲有佢 UX 穩定性要解決。第二就係佢嘅避險資產主力嘅地位咧，都需要繼續去鞏固。但係而家已經好多機構啊、基金啊、個人甚至退休基金都開始買入 Bitcoin 作為一個對沖嘅工具。第三咧就係國家級嘅應用已經出現咗啦，例如 El Salvador 已經成為第一個承認 Bitcoin 為法定貨幣嘅國家。咁其他國家例如中非共和國啊，部分央行咧其實已經開始咁樣儲備緊 BTC 啦。咁 Bitcoin 咧其實會繼續走佢嘅數碼黃金嘅路線，為穩陣為主。咁 Ethereum 嘅未來又係點咧？第一，佢已經由 Proof of Work 升級咗 Proof of Stake，咁佢比較環保減排啦。咁 Ethereum 嘅能源消耗咧，其實已經減少咗超過99%㗎啦。第二咧就係 Layer 2嘅生態加速爆發，有好多唔同嘅技術去加快交易速度啦，減低 gas fee 啦。咁 Layer 2嘅開發熱潮咧，都令到 Ethereum 更加適合於日常應用。第三咧就係面臨一個好激烈嘅競爭，例如 Solana、Sui、Aptos 等新一代嘅鏈咧，都主打速度快啦，手續費平啦，有潛力去分薄開發者注意力啦。但係咧，佢就未必有 Ethereum 咁堅硬嘅社群啦，去中心化嘅程度。第四就係三難困局未解，安全性、可擴展性、去中心化，要平衡三個咧，其實係比較難嘅。咁每一個選擇咧，都係一個 trade off。咁 Ethereum 咧係要成為全世界 Web3 嘅基建，仍要繼續去解決技術啦、UX 啦、安全性同埋唔同嘅挑戰嘅。咁講到尾，Bitcoin 同 Ethereum 都係為咗解決兩個完全唔一樣嘅問題。Bitcoin 就解決咗我哋信唔信啲錢嘅問題啦。喺一個央行亂印錢、金融體制崩壞嘅年代，Bitcoin 其實提供咗一個去中心化、唔可以改、人人都可以用嘅儲值工具。Ethereum 咧，佢其實解決咗我哋點樣喺鏈上面做嘢嘅問題，唔淨係錢，仲可以投票啊、社交、創作、保險、遊戲，全部都可以靠智能合約、靠 code 去自動執行。咁呢兩樣嘢啦，其實唔係敵人，其實係互補嘅。一個俾你守住你嘅財富，一個俾你建設你嘅未來。咁我問翻你啦，你覺得未來最有價值係 Bitcoin 定係 Ethereum，定係你兩條鏈一齊共存？歡迎喺留言話俾我知你點睇，我會睇晒大家嘅意見。咁中意呢啲深入但容易明嘅內容，就記得 like、subscribe，仲 tag 埋你個朋友一齊去學。我係區塊講解王，下集見，拜拜。